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台灣社聯動物醫院嘅陳慶彤獸醫師。你屋企嘅狗狗係咪都咁有活力呢？咁佢啲牙齒又係咪足夠堅韌呢？好多人以為食普通乾糧就可以幫狗狗清潔埋牙齒，但其實牙垢都仲係會慢慢累積，形成牙周病，引致痛楚同埋發炎添。呢個時候你就需要選擇一啲簡單又聰明嘅刷牙工具，就好似維潔嘅牙刷型潔齒骨。通過 VOHC 嘅認證，科學證實可以有效減少牙菌斑同牙垢膜嘅形成。佢採用純天然嘅植物成分，不含穀物、人工色素同防腐劑，狗狗食得更安心。每日一支，雙倍有效，3倍長效耐咬，牙齒夠健康先至真正開心有活力。由今日開始，為你嘅狗狗每日準備一支維潔潔齒骨作為日常口腔護理啦。每日一支維潔潔齒骨，俾狗狗閃亮嘅笑容啦。